直徑係10厘米。圓周咧就係31.3厘米嘅。你度下呢一個直徑係幾多？好啊。直徑咧就係12厘米嘅。細佬啊，你睇下，喂，呢兩個同學喺度做緊一啲同圓有關嘅量度活動喎。係噃，究竟佢哋想揾啲關於我哋嘅乜嘢資料呢？佢哋量度唔同大細嘅圓嘅直徑同埋圓周，我諗佢哋係想揾出關於圓嘅直徑同圓周嘅關係啊。哥哥啊，我哋嘅直徑同周界有乜關係啊？嗱，你睇下，如果用橫軸代表直徑，用縱軸代表圓周，直徑係1厘米嘅圓，圓周嘅長度係咁，直徑係2厘米嘅圓，圓周嘅長度係咁，直徑係3厘米嘅圓，圓周嘅長度係咁。喺度可以睇到圓嘅直徑增加，圓周嘅長度亦都相應增加㗎。如果將把尺擺喺呢一度，可以見到每支棒嘅頂點都落喺一條穿過圓點嘅直線上面，咁即係話圓周同直徑係成正比例啦，即係話圓周同直徑係有一個固定倍數嘅關係。呢個倍數嘅數值係幾多啊？你睇下佢哋計下咪知咯。圓周咧就係37.4厘米嘅。度完咯喎，我哋而家可以計下圓周除以直徑嘅值咯喎。等我計。圓周係12.4厘米，直徑係4厘米，12.4除以4等於3.1。18.9除以6等於3.15。25.2除以8等於3.15。31.3除以10等於3.13。37.4除以12等於3.12。哈！每次計到嘅結果都係大約係3.1多啲喎。係噃。哦，原來呢個倍數係等於3.1多啲。冇錯啦，圓周除以直徑係等於一個固定嘅倍數，呢個倍數係稱為圓周率，啲人用派呢個符號嚟代表㗎。啊，咁即係話圓周率就係派啦。冇錯啦，嗱，圓周除以直徑等於派，咁即係話圓周係等於直徑乘以派，或者係等於2乘以半徑再乘以派。哥哥啊，咁咪即係話，只要知道我哋嘅半徑係幾多，就可以計出我哋嘅周界有幾長啦喎。唔止咁啊，知道我哋嘅半徑係幾多，仲可以計算出我哋嘅面積添喎。係咩？我哋嘅面積同我哋嘅半徑咩有關係嘅咩？當然啦，嗱，等我話你知啦。嗱，如果將一個正方形咁樣對接一次，再咁對接一次，
然之後用呢一點作圓心，畫一個直徑相等於呢個正方形邊長嘅圓。咁呢個圓嘅面積係唔係細過呢個正方形呢？係啊。你再睇下，如果將呢4點聯起，亦都得到一個正方形。咁呢個圓嘅面積係唔係大過呢個正方形啊？咁當然啦。我哋假設圓嘅半徑係 r， 咁呢個正方形嘅邊長就係 2r， 佢嘅面積就係 4r 平方啦。而呢個細嘅正方形嘅面積係等於大嘅正方形面積嘅一半，即係 2r 平方。換句話講，圓嘅面積係喺 2r 平方同 4r 平方之間。咁係唔係等於 3r 平方啊？你再睇下，如果將呢個圓分成4等份，將其中一份切細，填滿呢3個邊長係 r 嘅正方形，仲有少少剩喎。咦？咁圓嘅面積咪大約係 3r 平方多啲咯？冇錯啦，嗱你睇，如果將一個半徑係 r 嘅圓切為36等份，然之後排成咁，得到嘅呢一個圖形係近似一個平行四邊形。平行四邊形嘅長係等於圓周嘅長度2πr 嘅一半，即係等於 πr。平行四邊形嘅高係等於圓嘅半徑，等於 r。平行四邊形嘅面積係等於長乘以高，即係等於 πr 乘以 r， 等於 πr 平方。亦即係話圓嘅面積 A 係等於 πr 平方啦。啊！原來計算我哋嘅周界同面積都要用派嘅值嘅。係啊，你知唔知啊？人類喺研究派嘅值方面都用咗好多心機噶。佢哋仲發現派係冇一個準確值嘅添。嗱，等我講啲有關派嘅歷史你知啊。你哋知唔知我哋埃及人幾叻啊？我哋喺古時好早就計到派嘅值係等於9/16嘅平方噶啦。我哋巴比倫人仲叻啦，計到派嘅值係3+8，比你哋埃及人計到嘅仲準確啦。我哋希臘數學家亞基米德仲叻啦，佢喺公元前3世紀已經證明到派嘅值係喺371/10同370/10之間啊！哥哥啊，中國係古時嘅5大文明古國之一，哈！唔知中國喺計算派嘅值方面有啲乜嘢成就呢？佢哋喺計算派嘅值都有卓越嘅成就噶。喺中國最早嘅數學著作《周碑算經》裏邊就再有周三徑1，意思係話直徑長1單位嘅圓，圓周就長3單位，亦即係話派嘅值係等於3。到咗2至3世紀，東漢嘅時候，張衡求到派嘅值係平方根10，即係大約係3.162。繼張衡之後，喺三國嘅時候，劉輝利用角元術計到派嘅值係3.141024。喺應用嘅時候，佢建議用派等於3.14呢個近似值，因此後世嘅人稱3.14為輝律。到咗南北朝時代，中國數學家祖沖之計
根據劉輝嘅計算方法，喺計算派嘅值方面繼續作深入研究。阿爹，好，杏兒，你記得咁辛苦，不如唞下飲杯茶先啦。好，你小心啊，唔好踩到我啲蒜頭啊。哦。過嚟呢邊啦。阿爹，你為咗計算圓周率嘅值，日日廢寢忘餐，究竟幾時你先會計得完㗎？杏兒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圓周率係一個無窮無盡嘅小數，就算我計一世都計唔完㗎。為求精確，我盡量計多幾個小數位，希望能夠得出一個比較精密嘅數值啫。阿爹啊，我可唔可以幫你手啊？好，你過嚟呢邊幫我手啦。祖沖之計到派嘅值係喺3.1415926同3.1415927之間。佢係世界上第一個計算派嘅值精確到小數後7個位嘅人。祖沖之又用咗2個分數作為派嘅近似值，一個係22/7，稱為約率。一個係113/355，稱為密率。祖沖之計算到派嘅值精確到小數點後7個位，呢個紀錄啊，足足保持咗有1000年咁耐啊！直至到公元1427年，先至俾伊朗嘅數學家打破。佢將派嘅值精確咁計算到小數點後16個位。哈！古時啲人都幾叻㗎噃，用咁原始嘅計算工具，竟然可以將派嘅值計算到咁精確。係啊，而且計算得越來越精確添噃。到咗公元1596年，荷蘭嘅一位數學家已經計算到派嘅值準確到35位小數。佢嗰啲後人仲將呢個數刻喺佢嘅墓碑上面紀念佢添啊！隨住計算工具不斷改進，自從有咗電子計算機嘅出現之後，啲人能夠將派嘅值計算到小數點後1000個位、10000個位，甚至係100萬個位啊！哈！啲人真係叻㗎啦，竟然可以將派嘅值計算到準確到咁多個位喎。係就係，不過佢哋計算到嘅值依然都只係一個近似值嚟嘅咋。哈！唔知一般嚟講，派嘅值要係幾多先至啱呢？喺一般日常生活嘅計算，啲人用派等於3.142或者係3.1416就已經好足夠噶啦。就等我舉啲有關計算圓周同埋圓面積嘅例子你聽下。好啊！表哥，呢度啲風景好靚啊！係啊，嗱，呢個單車徑咧又平又夠闊喎，咁沿路嘅風景又靚啦。喺假日咧，好多人踩單車㗎。嗱，你踩咗成朝單車啦，都攰㗎啦。嗰邊休息下。好啊！哎呀，阿明姐，我俾條有關踩單車嘅問題你諗下啦。好啊！如果一架單車嘅車轆，佢嘅直徑係0.7米，行3公里嘅路程，車轆要轉幾多個圈啊？等我計一計先。車轆嘅直徑係0.7米，車轆嘅周界係相等於一個直徑係0.7米嘅圓周嘅長度。圓周等於直徑乘以派，即係0.7乘以3.142，等於2.1994米。換句話講，車轆轉一個圈就係行咗2.1994米，行3公里即係行3000米，咁就要轉3000除以2.1994，即係1364咁多個圈啦。記得啱唔啱啊，表哥？啱啦，
而家時間仲早啊，陪你踩一陣單車添好嘛？好啊。阿妹啊，你有冇帶計數機出嚟啊？有啊。你攞出嚟幫我計條數啊！計咩數啊？根據呢一本書講咧，一個符合國際標準嘅田徑場咧，其中一種規格係咁樣嘅。佢每條跑道嘅闊度都係1.22米，而最裡面嘅呢條跑道嘅長度係以距離呢邊0.3米嘅呢條實際賽跑路線計算嘅。佢全長啱啱係400米。呢兩條等長嘅線總共係長171.92米。而呢兩個半圓嘅半徑都係36.3米。我想你幫我計下兩個半圓嘅周界，睇下佢哋嘅長度加埋兩段直線嘅長度係咪真係400米？好啊。呢兩個半圓嘅半徑都係36.3米，兩個半圓夾埋就係一個圓。圓周係等於2乘以半徑，再乘以派。即係2乘以36.3，再乘以3.1416，等於228.08米。呢兩個半圓嘅周界夾埋係228.08米。呢兩段直線嘅長度夾埋係171.92米。佢哋加埋真係等於400米噃。即係隨便參觀睇下。好啦。呢張個色就好靚啦，不過可惜唔啱我哋用啫。係啊，細啲就好啦。係咯。或者呢邊睇下，呢邊有其他啲款式啊。哦，好啊。啊，呢張啲尺寸咧就好啱啦，不過啲顏色我又唔係咁中意。睇下嗰張。咦？呢張好靚喎！襯晒屋企啲裝修添。不過我嫌佢大得滯。不過我哋公司有得訂做，你要幾大張到啊？我要直徑1.3米嘅就夠啦。1.3米，我幫你計下幾錢啊？用呢隻雲石連工包料，價錢係2萬蚊1平方米。做張直徑1.3米嘅餐台，價錢係33,800蚊。好似唔係幾啱喎。張台嘅直徑係1.3米，半徑係0.65米。台嘅面積等於派乘以半徑嘅平方，等於3.142乘以0.65嘅平方，等於1.327平方米。連工包料，每平方米2萬元計嘅話，1.327平方米都係要26,540元啫。係啦，咁點解頭先你話要33,800蚊嘅？係咁嘅，做一張直徑1.3米嘅圓餐台，我哋係要用一塊邊長大過1.3米少少正方形雲石嚟做嘅，所以價錢方面咧就以呢塊正方形嘅雲石嚟計啦。哦，原來係咁，咁你同我落單做一張。好，多謝。原來啲人有咁多時候係要計算圓周同圓面積㗎喎。係啊，嗱，咁你而家明白點解嗰啲人自古就對派嘅值咁有興趣啦？明白啦。